你是弄死我啊！你一定会遭天打五雷轰的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你死到临头了，嘴还这么硬。 皇后娘娘，法事已经完毕，现在可以点火。点火！是。你个老变态！你下辈子肯定投胎做人妖！娘娘，你没事吧？皇后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没事吧？娘娘，皇后娘娘。 皇后娘娘，此事已经惹动了上天，看来法事不能再进行了。如果再进行的话，恐怕连我们也要受惩罚，天意不可违呀。是啊，到此为止吧，娘娘。回宫，回宫。今天就留他一条小命。娘娘，柳儿，娘娘。 娘娘，快走吧！走。娘娘，我来了，吓死我了！哎，千叶，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。走吧，娘娘。柳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莲花山。